后来有民众到屏东万丹的红豆节踅这个市集，结果看到一担布这个可爱的单位，其中一项的奖品竟然是台积电100股。若是以前的收盘价，一股7530块来计算，100股就是153000块。有网友笑讲，头家是毋是甲所有的家伙拢跌落去了？啊，事实上，台积电100股迄个奖项所藏的位置，要用箍仔补会到，迄是比顶天要较难。民众来到万丹夜市啊，算本箍仔，详细看。台积电100股是怎样啦？奖品竟然有台积电100股。那是以昨日收盘价，一股1530块来算，100股就有15万3。大奖唔那一个，也有黄金1两、去越南马尔地夫升高工、iPhone 17等等的大奖，啥人来算？有人讲要甲财产拢甲落落。我们自己本身也觉得，这个好像也还不错啊，因为我舅舅也在证券公司上班，这样子，我们也有用那个旅游嘛，因为我们本身也有从事旅游业。这是屏东万丹红豆节的大头，业者定出现伫家己台南加屏东的夜市啊。业者也讲，因为厝内有亲戚是咧做金融甲旅游业，所以才会设计安尼奖品。伫台中潭雅夜市啊，有头家摕台积电的股票当做奖品。因甲酒干那坑较悬，角度嘛较刁，酒干那也比下边的迄几排农业较大机。毕竟是价值上万的奖品，当然无遐简单着。目前是还没有啊，因为它有一定的几率性，只是它几率会比较低。我从来不骗人，东西一定靠得动，东西一定拿得到。虽然不少民众是何这大奖下来，也毋过业者讲，目前民众报到上大奖是一支价值2万的酒。贵33的奖品看得到，无一定摕得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